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7号，这一期咱们闲聊一下最近的这个正能量界。我看最近这个能量界似乎有一些变化，透露着一丝诡异的气氛了。自从这个正能量界的扛把子、头部大网红加德老师坏了事以后，加德老师他从正能量界从台前退到了幕后。我还记得加德老师有一次准备复出，精心策划的，在京郊一个农庄里面，那个剧本似乎是要复出，结果又摔了一跤，或许是天意。总之，自从有着巨量粉丝的加德老师退出之后，整个正能量界有点叫无序发展。或许这个正能量界它需要一个扛把子，需要一个担当。本来胡静老师是有这个机会的，但是胡静老师由于他左右摇摆，他这个人性的光辉随着胡适的涨跌在波动，所以遭到他们内部同志的抵制。正能量界动不动就对胡静老师进行清算，所以放眼一看，整个正能量界似乎没有一个为首的，而这恰恰给了很多正能量这个赛道，或者有网友说就是爱国赛道，很多选手似乎看到了机会，因为这个大位是空着的，这个头把交椅似乎在向他们招手。这不，最近有一个人火了，他觉得他可以暂时替代或者叫填补加德老师退出之后的这个空白。这个人就是张雪峰。最近张雪峰的一个视频火了，他要捐5000万，捐1个亿的。我看有很多网友说我能捐10个亿，而且他们还说张雪峰老师应该去医院查一查，是不是浓度不够。这5000万显然这浓度是不够的，不是真男人。现在这个爱国赛道就这么卷了吗？竞争这么激烈吗？为了上位居然鼓吹战争。我记得加德老师好像他虽然挺俄，一切责任在美西方，但是他很少鼓吹这个战争。胡静老师也喜欢偶尔画一画红线，偶尔提倡一下说多搞一些煤气罐，但是似乎这种鼓吹战争这种事情，好像胡静老师还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张雪峰怎么这么虎啊？有网友就说了，说你真要捐，没必要等到那一天，你现在就捐，为什么非要等到那一天再捐？真要等到那一天要准备吗？还有网友说，他这个5000万是不是像加德老师那个钱一样，本来就应该是大头的？他们爱国赛道、爱国人设这些人，正能量，他们都有这个毛病。那加德老师，你说谁能想到加德老师把原本要交给大头的钱，他自己眯一下了？张雪峰老师这个钱很有可能也是原本就应该交给大头的，自己又眯一下了。完了，这现在心虚，随时要捐给大头，捐给国家，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上一次说这个话的，我记得是京东的刘强东。刘强东说这一切都是大头的，要大头要，我随时捐给大头。刘强东哥一边说一边把钱往国外运，在国外买豪宅，老婆孩子在英国。一边说一边自己跑到美国，这个都是说这种话的人十有八九都有问题，屡试不爽，不用怀疑啊。张雪峰这个人，他也经常上热搜，他经常说一些语出惊人，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很少去评论，因为我觉得他也不容易，他也就是卖个课，帮人填个志愿，忽悠一下那些刚参加高考的这些学生和家长，提供一些咨询和服务，无论挣多少钱。只要家长愿意，考生愿意，也没什么好说的。人家愿意出这个钱，觉得花了这个钱他心安，所以我很少评论张雪峰。但是今天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觉得太过分了。建议税务部门早点下手，不要等到他把钱润到国外了再下手，那时候晚了。怎么看怎么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实际上他做的这个业务，教人填志愿，可以说显得荒唐可笑，尤其是在当下。我部分呢，我也能理解张雪峰的这个心态，因为越往后他这个业务越没有优势，反正填什么专业都找不到工作，谁还愿意再花钱呢？买他的课，大家还记得吧？今年咱们节目也介绍了很多民办高校录取分数一降再降，降了你还招不满。广东那个湛江科技学院的分数好像降了3次，到现在还一半招不满。广西有的民办大学，你只要有高考成绩，你就能去上。不要怀疑，人家是教育部发本科毕业证，货真价实。只要你交得起学费，4年下来20-30万，就这个他已经招不起人了。也就是家长和考生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明白，花了这个钱，毕业了依然找不到工作，
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所以大家再想一想，到了张雪峰这儿，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尽头。我记得张雪峰以前不这样，这张雪峰天天贩卖焦虑，结果把自己给焦虑了。他要跨赛道，他以前不是这个赛道上的，因为我对他关注不是特别多，所以他那些什么逆天的言论我也不是特别关注，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哪个赛道。我感觉他不应该是加州老师这个赛道，怎么他换赛道了是吗？觉得这个赛道还缺个老大，他有机会。经常看我节目的人知道，我不评论张雪峰，实际上我对张雪峰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但是我不愿意评论。我的观点就是，你上大学你学什么专业都是一个样子啊，反正大学毕业之后你要改行。相反，你的自学能力越强，你大学毕业以后你改行就越得心应手，你根本就不会被你所谓的4年的专业所束缚住。那既然这样，你还选什么专业，还花钱去听他的课，不是脑子有坑吗？当然了，你愿意花那也可以，对吧？你有钱。张雪峰这个教人填志愿，他本身就是个笑话。为什么？他自己是什么专业？什么学校啊？他考的哪个学校啊？考的什么专业？他现在做了什么事？是他大学学的吗？他现在所从事的事情是他上大学学的吗？所以很多家长要么说愚昧呢，蠢，但没有办法，毕竟蠢人多啊，你拦都拦不住啊。这张雪峰割韭菜割顺手了，居然还要越界，这个很危险。为了赚钱，因为张雪峰现在不缺钱，为什么还要这样？赚钱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是个够？这个赛道随时会翻车。这个张雪峰老师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不写首付，前面刚翻车，这回来个什么？要捐5000万。张雪峰老师能掐会算，他能算到现在土木工程这专业都快没了吗？但是10年前这个可是特别火啊！为什么说特别火？我这是亲身经历。我的一个高中同学，高考的时候我考到北京了，他都没考上。他是复读了1年之后，考了一个什么学校？东北的，专业就是土木工程，反正跟盖房子有关系。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留北京非常难，给现在也难，反正那个时候更难。你不仅你学校里有留京名额，招你的单位还有什么留京指标或者叫进京指标，2个指标合上，你才能留在北京，有北京户口，不是叫留在北京。那我在北京那时候飘着，时候打工。结果过了1年还是2年，我那个考到东北那个同学啊，他学的是土木工程嘛，他居然从东北进京，有了北京户口，也就是说跟他的学习没关系，就是跟他专业有关系，而且还进了也是央企，那个时候专业就这么火，就是土木工程，这就是命，这就是运气。他成绩肯定比我差一大截，但是现在土木工程马上就要取消了，很多学校即便没取消，名字已经改了。谁能说呢？如果你5年前或者几年前你鼓吹让人家这些学生填土木工程，那现在就是害了人家。我这是举个例子，因为张雪峰老师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在北京飘着，我记得好像他干过什么考研辅导，干的事多了。最后他为什么离开北京？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他的孩子上学上不了，也就是可以在北京上小学，但是初中、高中、高考都回老家，他甚至都没有办法去天津。你看天津叫什么蓝印户口，所以他没办法跑到苏州。结果这几年也是运气，他卖课叫人填志愿，一下火了，赶上这个风口，正好赶上业难，就业难导致很多家长、很多学生他就要想选个好专业、好就业的，所以这个市场就形成了。他正好赶上，他本来就是个受害者，因为没有一个地方的户口，所以孩子没办法在那参加高考，被迫离开。你这捐5000万要干啥？他是什么心态？他这种心态是有一种劫后余生，他并不是感谢这个命运或者什么命运的眷顾，他反而是像那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扛过来了，那对不起，你们每个人都得遭受。他不是那种我扛过来了，大家都不要受这个苦了，没有必要这种悲悯之心，他不是的，他是反过来，我在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下，我挺过来了，那你为什么挺不过来？他反过来会要求这些受害的人，你们也得经历这个叫炼狱，苦难中成长，苦难会让你强大，就是这一套。看样子张雪峰老师还把这一套要推广给斯里兰卡人民，给你们每个人搞个户口，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户口。按我们正常的角度来看，正常人的思维，那张雪峰老师他应该是为他这个跟他一样情况的人代言，就对这种户口、对这种制度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但实际上不是。我理解了，就是一个贩卖焦虑、
靠贩卖焦虑来卖课来赚钱的，把自己给卖焦虑了，钱不好赚，市场前景不明，流量越来越贵。詹雪峰这种人实际上很多，你比如那个有大爱的网红超市那个老板，实际上跟詹雪峰是大体上是一个类型的人。如果你要是学心理学的，因为我不是学心理学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总结。如果你是学过心理学的，或者你对心理学比较了解，你可以去分析一下詹雪峰和这个网红超市有大爱，他们性格应该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坏，他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是正义的代表，他也会自我感动。就比如说善待员工，最普遍最基本的这种价值观，这个世界观，他似乎有，但是他的这个三观他是残缺的，他不完整，恰恰残缺的那一块是最要命的。他具有的那一块显得很正常，不仅正常，反而就给你感觉三观特别正。你比如说这个网红超市，他对员工，你看看，无论是待遇还是各种那样的制度，总体上吧，员工不差。詹雪峰也一样，对员工他会给予员工他认为的好，你就一定要记住了。他说网红超市有大爱，还有詹雪峰，他们对员工好是他认为的好。他认为的好是什么？那就是确实有好的部分，比如说待遇，工资给的多，奖金发的多，五险一金有，福利有，这都有。但是还有一部分是父亲的爱，那种值的爱，家长式的爱什么意思？一切都是为你好，你怎么能不接受呢？你怎么想不通？你比如说结婚你就请4桌就行了吗？这不都是为你好吗？他没有边界，所以说他具备的特征，他确实也是为员工好。有好的部分，但是他也有分不清界限的地方，他不知道这个界限在哪儿。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从这个詹雪峰，从这个网红超市有大爱的角度来说，他认为我就是为你好，我就是好人一个，全社会都应该向我学习，都应该以我为标准。恰恰这样的人对社会的危害性那是最大的，因为他的价值观残缺。詹雪峰和这个网红超市都是靠流量，都需要上热搜。不上热搜那是不行的，隔三差五的上一次，脱了裤子也要上，就怕人忘记。詹雪峰老师，还有这个有大爱的网红超市这个老板，乍一看他是满满的正义感，他有他的理念，他心目中一个美好的社会他是有的，但恰恰这样的人危害最大。关于鲍鹏山教授早就说过，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极其愚昧。大家看视频，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不是心里知道自己是坏人的人，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坏人，他做坏事嘛，他总有一点恐惧，总有一点内疚。什么样的人把坏事做得堂堂正正，做得义愤填膺，做得慷慨激昂呢？是自以为他在做好事的人，他自以为冲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做事，但事实上他搞错了。但是他心目中他又觉得他在做好事，做一个伟大的理想，所以他一定会把他这个坏事做得怎么样？做得慷慨激昂，做得一往无前，做得义无反顾。这个世界上给人类造成最大灾难的，我在这地方告诉大家，都不是认识到自己是坏人的人恰恰是那些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它的运行的基本的底层的逻辑是什么，极其愚昧。也就是说，给这个社会造成危害最大的不是那些所谓的人，坏人大家知道，所以他能造成危害也就是他自己，大家都防着他，这个好理解。恰恰是那些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当然了，这里我把詹雪峰还有这个网红超市的有大爱，我把他们跟加德老师区分开。就是加德老师他是坏，加德老师他应该知道自己是个坏人，而詹雪峰和有大爱，我认为他们恐怕不知道自己是个坏人，他认为自己有理想有正义感，恰恰他们的危害更大。因为加德老师一出现的时候，大家在骂他，很多人在看他笑话，都知道他是个坏人，所以说加德老师造成的危害反而就没那么大。也就是加德老师的粉丝并不是对加德老师就是膜拜，但是这个有大爱还有詹雪峰这种人，那他的粉丝很有可能是那种膜拜，会把他往神坛上推，封圣，那这个造成的危害就更大。加德老师他自己封不了圣的，如果加德老师能封圣，他不至于他拍了个电影19.9块的票居然卖不到100万。加德老师粉丝再穷不至于穷成那样，
所以说加州老师他的粉丝对加州老师还没有那种宗教般的狂热。网红超市不一样，还有战雪峰，他需要这个宗教般的狂热，然后好去为他买单，要不然你能坐着高铁坐着飞机跑到那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逛超市，这得多大的瘾。所以这就是宗教般的狂热。如果你不狂热，你会花好几万去听他的课，给孩子填什么志愿，填什么专业，让他赚得盆满钵满，轻轻松松就能捐5000万，还有1个亿。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詹雪峰还有网红超市有大爱，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是个坏人，如果他们跟加州老师一样，那么我倒觉得危害性不是那么大，大家就当个笑话看。就怕他自己不知道他是个坏人，他会继续充满正义感，越演越像真的，就能欺骗更多的人，更多人对他顶礼膜拜啊，那这个危害性是最大的。他掩盖了真相，掩盖了整个社会底层逻辑。超市商超本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就是山姆开市客这个模式，就是供应链管理、品质管理，但人家非搞个有大爱出来了，像极了中医。最后说来说去都是这个赛道太卷，赚钱不容易，流量越来越贵，对吧？导致很多人焦虑，不择手段。詹雪峰老师也难以免俗。詹雪峰老师既然迈出了这一步，那他应该知道后果，结局一定会被反噬。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